各位兄弟平安，请大家用安静的心来到上主的面前，打要开始今日的礼拜。来啊！咱就唱歌学罗上主，咱就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歌唱欢喜的歌，因为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伊统合地清的所在，极悬的山嘛伫伊的手内，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伊嘛亲手创造陆地。来啊，咱就鞠躬敬拜伊，
咱就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无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这时，请咱用圣诗来阿罗上帝。圣诗43首，世间众人就拢添金，请起立因专首。这时，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咧圣旨的头前，请显着做伙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基督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时节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这里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立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
即时咱来开始启应。启应文，今日启应文是启应文第50篇。启应文第50篇是出自以赛亚书61篇。以赛亚书61篇，我来启，请大家引。至高上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上主有用油抹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赤人，去医治心灵破碎的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受关的出监狱，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甲咱的上帝伸冤的日，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予以花冠代替火夫，欢喜的油代替悲哀，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因受称作公义的树，上主在前来显明伊家己的荣光。我要用信实甲因报赏，要甲因立永远的约。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因的子孙伫万邦嘛要出名。所有看见伊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主人。这时，咱安静心，做伙来祈祷。咱以虔诚的心来到伊的面前，全能慈悲满满的上帝啊，愿荣光归伫你。阮伫天顶的爸啊，当阮来到你的面前，学落你的名，笑念你的慈爱，甲疼痛，恳求你用你的慈爱看顾阮，互阮伫你的面前有安静的心来敬拜你。全能的天父阿爸，求你怜悯阮，伫即个瘟疫的时代，阮知影，阮来到你的面前，阮承认阮有过失，得罪你。独独你知阮的歹，常常离开你的道路，有浪费你的恩赐，袂记你的疼。人民人的主啊，阮为着一切的过失，心中受苦，恳求你少年你的主，你的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赦免阮的罪。天父啊，求你的圣灵临到阮的内面，教示阮知影家己的软弱。求你互阮有清洁的心，甲正直的灵，来跟对你，来服侍你。疼痛的上主啊，求你赐福，互这个岛屿，阮即阵拄着真大的瘟疫，大家拢咧行。主啊，求你赐福，互阮所有的政府官员、参与你防疫的人员，互因有安静的心，有正直的灵，会当来处理这个瘟疫，让这个瘟疫会当紧紧过去。主啊，阮恳求你的怜悯，恳求你的恩赐。主啊，你有讲过，咧诗篇23篇，你有教示阮，上主，你是我的牧者。我无半项欠缺，你带我到清脆的草坡，带我到安静的水边。你予我新的快乐，因为你的名带我行正义的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嘛袂遭惊灾害，
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棍、你的拐，互我安稳自在。我伫我的对敌面前，你为我设立宴车，你用油抹我的头壳，装我的杯满出来，添我的杯满出来。你的恩典主爱，一定带阮一世人到最伴。我要永远伫你的殿中，主啊，阮恳求你，像诗篇23篇安尼来，互阮在即个瘟疫中会体会你的同在，体会你要赐阮的平安，赐阮的恩典，赐阮的喜乐。主，阮真正恳求你，在即个时代，阮需要你，也求你看顾阮。咧会当平安行过这一切瘟疫的时代，主，阮恳求你，阮安尼祈祷恳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要来读上帝的话语，今日的上帝的话语是出自以弗所人书第4章20节到24节。现着我来读用现代台语译本、现代台语译本的汉字来读。以弗所人书第4章20节，恁并毋是安尼学习基督，恁应该有听到伊的代志，有对伊学习。因为伫耶稣才有真理，安尼就脱离以前的生活，脱去旧的人，因为旧的人受私欲的威胁伫败坏，恁的心思意念就完全换新，就是独请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新人。因根据真理所产生的公义甲性格表现出来。这时我阁用和合本修订本来读《以弗所书》第4章第20节。但你们从基督学来，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因为真理就在耶稣里。你们要脱去从前的行为，脱去旧我。这旧我是因私欲的迷惑而渐渐败坏的。你们要把自己的心志更新，并且穿上新我。这新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从真理来的公义和圣洁。以上愿上帝将伊的话语刻伫听到的人的心内。这时要请音乐侍奉团来学乐，因为学乐的诗歌是每一天我需要你。让我坦然
这时要请林牧师来正道，伊今日正道的题目是建立属上帝体系的信仰第一段，建立属上帝体系的信仰第一讲。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咱原本咱教会计划要去到伫万里的圣经文化园区甲着迄个头城，甲着立刻间教会的兄弟，同齐要伫迄个所在伫遐来野外礼拜，伫遐敬拜上帝。但是因为咱的疏忽，咱应该爱有的迄款的警醒，直到现在咱台湾的疫情安尼进入第三级的即个境界。真侪所在现在若亲像空城一般样。迄款的安尼会经常若亲像是迄个末日来到一般样。照着安尼迄款安尼即个经常嘛是互咱搁一摆来受到提醒。主的日近啦，已经点伫咧门口啦。主的日既然已经安尼已经近啦，安尼。咱兼已经被办遍，是还佫有侪无够额的所在咧。搁咱会通赶紧来做甚物代志？这是咱踮伫咧即个要紧的时刻，咱需要去思考的问题。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你予阮伫你的恩典中。虽然阮的疫情真紧张，但是你依然保守阮，拢安尼一切得到平安。阮搁一摆献上感谢，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来帮助阮，提醒阮，互阮会晓得搁较够警醒阮家己。不管是伫咧阮的生活上，还是伫咧阮的信仰上，阮拢会通来诚做。主你所欢喜的学生，
愿你的神不断来安尼广召阮，来提醒阮，来引带阮。愿搁一届献上感谢、仰望、恳求、祈祷，拢上个做基督的圣名。阿免。伫咧无需要未分享进前，嘛搁一届来提醒咱的众兄弟，如果安尼，你即马伫咧即个网络面顶咧看直播，请你会记伫咧即个画面的下底面，也是即个正手边的所在。会通伫咧所在来输入你的名，以及甲你同齐看即个直播的总共有偌济人，通好互教会会通更较清楚知影讲总共有偌济人伫咧共一个时阵同齐伫遮敬拜上帝。另外就是伫咧咱的即个疫情的即个期间，咱有一寡长辈，也是咱有一寡。咱的兄弟，若是伫咧你的经济上，是安尼生活上有困难，请恁毋免客气，来到伫安尼敲电话来到伫教会，是甲着即个咱的关怀组来甲伊安尼接洽，教会会提供安尼适当的即个帮衬，愿主会稳定甲咱众人生活伫地。当主耶稣安尼捌讲起着即个10个在世女的即个比喻的时阵，咱知影伫咧迄个中间有5个准备好势的在世女，才会通安尼入去甲耶稣来伫遐赴即个宴席。咱也共款爱准备安尼做好咱的准备，才会通伫咧主耶稣过来的时阵，甲伊同齐到。所以面对主耶稣过来时，咱需要做甚物款的准备呢？伫咧即个末后的即个世代，上帝对伊的百姓做出甚物款的一个呼召？伊安尼讲，我的子民出来，着对淫妇遐出来，才免念着伊的罪，才免互伊的在下连累着。伫咧和合本的修订本讲，我的民从那城出来吧，免得和他在罪上有份，受他所受的灾殃。伫咧即个和合本内面讲到迄个城拢那城是哪一个城？就是巴比伦城就是巴比伦城。伫咧启示录的第18章第20，伫遐有言讲大巴比伦倒落去啦。巴比伦城毋单单是指着即个地上的即个城市安尼若定。圣经讲巴比伦就是大淫妇，地上的即个君王拢甲伊行淫，伫咧迄个列国拢有啉着即个淫妇淫乱的酒。巴比伦迷惑了全世界以及所有的即个世间人。而且巴比伦城并毋是干那一个咱讲叫做地理的即个位置安尼若定，搁较是咧讲到一个体系，一个生活模式。上帝呼召伊的百姓，爱对巴比伦的即个体系内面出来。安尼，什么是即个巴比伦的即个体系呢？巴比伦甲着即个迄个原文的即个巴别有共一个即个义军。伫咧即个义军内面，圣经对巴别即个词的解释是叫做变乱。创世纪记载，上帝拍乱全地天下的语言，互因对遐四散伫全地，因就伫迄个所在来伫遐停工，无搁去迄个城，所以迄个城称作巴别。这也就是即个巴别的即个由来。为什么上帝爱互人完成安尼，无爱互人完成起城，甲着迄个塔的即个工程咧？其实毋是迄个方式，是讲伊的行动错误，乃是人起造的目的毋对。圣经记载因的目的是啥物货？是要为着家己立一个名。也是讲叫做宣扬家己的名，
若是要求耶和华的名，人较爱要来传扬家己的名，因为人将迄个焦点原底是安尼向着上帝，但因即个时阵因欢喜意爱要来转向伫咧焦点来向着家己。另外，因起造的目的是要为着要来避免迄个四线伫全地，拄好甲上帝安尼，互人的迄个命令是啥物货？着生团做做，充满地面，安尼倒变转来。所以咱会通安尼来看见讲，上帝爱人充满即个地上，人却是安尼要来聚集做伙来宣扬伊家己的名。可见上帝拍乱人的语言，互人无法度安尼建造来完成，是因为人爱要高举家己，高要来对抗上帝的迄个命令。所以巴别代表的是甚物呢？是代表高举家己，佮甲上帝作对的一个体系。巴比伦的即个体系，早伫咧人类安尼跋倒的时阵就存在。伫创世纪第3章内面，蛇引诱夏娃讲安那，讲恁要亲像上帝会分别好歹，这哪亲像伫遐安尼咧对着即个人讲，你无需要倚靠上帝，你通家己来做上帝。撒旦伫咧迄个所在，安尼伊伫遐安尼照着蛇邀请夏娃来选择即个巴比伦的即个体系，就是互因以为家己会通亲像上帝一般样共款，而且违背上帝的即个吩咐。安尼人因为骄傲，就接受了即个蛇的即个邀请，选择了即个巴比伦的即个体系，选择了无顺服上帝的即个吩咐，食了即个分别即个安尼善恶树顶面的即个果子。当人选择即个巴比伦的即个体系的结果就是啥物货？就是惊吓就是人安尼惊吓进入伫咧人的生活内面，人也因为安尼受到咒诅，被赶出即个爱甸乐园，甲着上帝隔绝，佮失去上帝所有的迄个祝福。同款安尼，咱安尼。选择即个巴比伦的即个体系，咱的生活就会哪亲像即个亚当夏娃共款，活伫咧即个惊吓甲着即个咒诅的内面，佮甲上帝迄个关系来伫迄个所在来隔绝。巴比伦的体系是啥物款的一个体系？就是高举家己，佮甲着上帝作对的一个体系，咱称作叫做属世的体系。巴比伦的这个体系是个高举自己的一个体系，而且是跟上帝作对的体系，我们称为叫做属世的体系。这个属世的这个体系的这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啥物货？就是以自我做中心，提倡为着家己，安尼为着靠家己满的迄个为着要来满足家己。这个体系引起了安尼侪人迄个追求，也是要为着要满足家己的迄个贪恋，以及侪的这个需要。现今的这个世代就是一个巴比伦的世代，人拢活伫咧这个俗世的这个体系内面，人所追求的是啥物呢？就是爱满足家己，高举家己。真悲哀的就是。安尼，俗世即个体系嘛，伫咧即个不知不觉的内面，但已经安尼掺杂伫咧咱的教会内面。为着要建立一个更较大的教会，咱不知不觉伫咧将迄个焦点原底是向着上帝，但即个时阵咱转向来向着咱家己，追求迄个自我的放大，高举家己，爱要来拍响家己的名声。这往往拢造成教会内面有真济的即款的即个官兵的即个斗争，以及着带来侪的即个损失甲分裂，嘛造成真侪人的迄款的伤害。所以安尼来讲，
要怎样来赢过即个巴比伦的即个体系？佮教会欠有迄个愿望嘛？咱现今搭活伫咧即个巴比伦的即个世代内面，兼有法度通好来逃脱巴比伦的即个体系嘛？伫咧圣经内面有一个典范，就是但以理甲伊的三个朋友，因伫咧即个生活伫咧即个巴比伦的即个时代，却无受到伊的即个辖制，反倒安尼伫咧迄个时代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但以理伊心安尼讲，拢身在皇宫，但以理身在皇宫，却安尼立志没有要用王的膳，无要用王的这个好物，跟王的这些很美酒，加所啉的这个酒，无爱互伊，无爱互这个物仔来拍拉散咱家己，因为因安尼有迄款的美好的迄个灵性。但以理伫咧伊个时代就无安尼，就会通安尼无受到任何影响，有缘会通安尼勇敢徛在，佮对敌嘛无法度找到任何的空隙来攻击伊。但以理在他那个时代，他因为他有那样美好的灵性，所以他没有办法，他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他能够很自由的。这样子站立，能够甚至连这些敌对他的这些人，也找不到任何的这个空隙来攻击他。但以理伊并安尼讲，并唔那敢若有美好的灵性，伊甲伊的朋友搁较因为安尼有一个安尼唔惊死的迄款的心志，赢过了规个即个巴比伦的即个体系。面对着即个死亡的即个威胁的时阵，咱安尼因拢无有任何的迄款的妥协。因若有，搁安怎？因伫咧即个，因若安尼讲有迄款的毋惊死的心志，因上主要因是安怎？因毋若有迄种咱讲叫做果然安尼，咱的华语咧讲迄个经文讲叫做即便如此。迄款的信心，另外一个就是因搁较有迄个，若无有安尼，也就是讲叫做急或不然这样子的一个决心。因相信上帝的能力超越过因即马因所拄着迄款的环境，相信上帝会通来拯救因。就算讲上帝无拯救因，因犹原坚持要独独来敬拜上帝。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说：“急或不然，神啊，他说，如果神没有那个来拯救他们，他说怎样？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明，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咱就通看见着讲，咱因为因安尼迄款的坚持因相信安尼上帝。”安尼会拯救因，就算讲无拯救因，伊犹原坚持要来独独来敬拜上帝。同款，咱嘛必须爱有安尼迄款的毋惊死的迄款的心志，咱就要安尼就袂动摇，嘛袂互即个巴比伦的体系来影响着咱家己。所以伫咧即个安尼启示录的第12章11节有安尼记载讲安怎讲，因为羊羔的血甲安尼，因所干净的道理来较赢伊，虽然到死也无疼惜因的生命，因的性命。讲弟兄胜过那条龙，是因羔羊的血和因自己所见证的道。虽然至于死，他们也不惜自己的性命。因伫咧这个所在，同款提起着咱赢过这个撒旦的条件。毋若是照着羊羔的血，搁较爱有家己的即个干净的即个道理，以及咱无疼惜咱家己的迄款的性命，安尼迄款的心志，咱就通对巴比伦的体系内面安尼来行出来，拢是主耶稣伊所赏赐予咱的恩典，毋是咱有啥物较牛的。所以，弟兄姊妹，伫咧即个所在，咱通看见要安怎来赢过撒旦对咱
的即个合作，是讲即个巴比伦体系对咱的迄款的影响。第一个就是羊羔的会。即个羊羔的会，若咱讲若毋是照着即个羊羔的会，咱绝对无好办法来对即个俗世即个体系内面安尼甲行出来。耶稣的死，安尼解决咱安尼迄个软我、迄个罪性的问题，佮安尼彻底来打败撒旦，互咱照着耶稣的会，通安尼脱离即个撒旦甲着罪的权势。耶稣的话话赐予咱迄个新的活命，但是咱必须爱安怎？咱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就是咱欢喜来谦卑，咱愿意来谦卑伫上帝面前，伫迄个所在来悔改，来伫遐来认咱的罪。耶稣伫咧十字架顶的即个宝血，才会通来洗净咱一切罪，互咱脱离迄个罪的捆绑，佮继续培养耶稣所赐迄款的新的活命伫咧咱的心内。只有谦卑悔改，伫咧羊羔的宝血，才会伫咱的心上来产生了功效。第二，咱需要的是爱有安尼，亲像但以理甲着伊的朋友共款，有真美好的迄个见证，爱活出咱所信靠的迄个道。互囝仔，你来再对着无有空芳来伫遐来安尼来敲碎，来伫遐来安尼来攻击咱。咱也必须要活出咱家己所见证的迄款的道，就是安尼照着对上帝迄个信，甲着迄个顺服，互咱伫咧咱的生活中来赢过撒旦，以及太赢巴比伦的即个体系。第三，咱需要的是啥？爱有迄款的无疼惜家己的性命，就是毋惊死的迄款的心志，来安尼来赢过即个巴比伦体系。要脱离即个俗世的体系，咱必须爱来建立一个属上帝迄款的体系，来取代即个俗世的体系。但是即个俗世的体系甲着迄个上帝即个体系是一个相对的。咱若要安尼伫咧即个俗世体系、即个世代内面建立一个上帝体系，咱就必须爱有一个毋惊死的心志，才会通成功。我们若要在这个属世的体系的这个世代里面，要建立一个属神的这个体系，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不怕死这样子的一个心智，我们才能够成功。也只有当我们有这种不怕死的这样子的心智，才不会让这个属世的这个，在这个属世的这个体系里面来妥协。所以，无疼惜家己的性命，有包括什么会不怕死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它有可能包括了哪一些事情？就是有包括到我们自己的名声、我们的地位，还有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在今世的各样的享受，跟我们的对很多事情的这些评价，或是说看法，或是观点等等。像安尼即款安尼即个心智，像迄个咱若安尼无疼惜家己的即个性命，无安尼疼惜家己的即个名利、地位、享受、安尼看法等等遮的，咱才有法度，互咱来保守咱家己赢过即个俗世的即个体系的安尼任何的即个威胁。当咱安尼已经听见了什么是叫做俗世的即个体系，以及上帝体系。安尼牧师有几个问题要来邀请咱来好好咱安尼伫咧处理的时阵，咱会通好好来思考。第一，就是为什么上帝伫咧末世的即个呼召，爱咱对巴比伦出来？咱会用好好来来去亲像。是安怎上帝伊要伫咧即个世代呼召咱，爱对即个俗世即个体系来出来。什么是咱的俗世体系？所以这个什么是巴比伦或者属世的体系呢？
这个体系对我们个人，或是对我们的家庭，甚至对我们的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跟破坏？咱会通好好来去思考，是什么款的体系，致使到安尼影响到咱的个人、咱的家庭，以及咱的教会，致使到咱的教会无法度伫咧中间安尼有一个，咱讲正面的对世间的这个影响，反倒是受到破坏。第三，讲我的生命中有啥物款的是属伫咧这个巴比伦，还是这个属世体系？啊无，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些是属于这个巴比伦的这个体系，或是属世的体系呢？第四，头拄仔咱有分享到，讲要杀赢即个巴比伦的体系，还是即个属世的体系，有三个条件。咱还佫会记无？即三个条件是啥物？如果咱若确实是袂记哩，咱会通伫咧即个影片以后了，咱会讲佫重复佫来佫来看一遍，重新佫来思考，咱要怎样来赢过即个巴比伦的即个体系，即个属世的体系。第五，即个羊羔的即个保护，怎样伫咧我的身上来产生了功效？所以主耶稣的保护，要怎样伫咱的身上来产生了功效？咱的生活中有倒一方面是无法度安尼谦卑落来？啊无？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一个方面是最没有办法让我们谦卑下来的？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要怎么做，使我们能够战胜这个巴比伦的这个体系？第六，咱如何来活出来？咱要怎样来活出一个见证的这个道？你的所活出来这个性命，有互人安尼看了会通，互人感觉会欣赏的无？是讲人家看见你的生命真的是。这个生命真是美好我想要跟他一样。咱的性命会通影响到别人的性命无？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别人吗？还是人家看到我们的生命说我看到这样子的人，我就不想要来到教会，因为他没有活出那个主耶稣应有的这样子的样式。第七，就是伫咧这个属世这个体系内面，你要建立一个属上帝这个体系，咱必须会无疼惜咱家己的这个名利、咱的地位以及享受、看法、观点等等，安尼倒一个是咱上袂通放落的？有哪一个是我们最放不下的？我们最放不下的是哪一个？伫咧咱即个时阵疫情安尼非常猖狂的时阵咱有真侪时阵、真侪时间，咱会通好安尼安静踮伫咧厝里，咱安尼袂通有真侪的即个移动没有办法有很多的移动。当咱安静踮伫咧厝的时阵，是伫咧你的工作的场合，你需要安静的时阵，咱通好来搁一摆来思考。关系咱家己生命的问题。今仔日借着这个建立上帝体系的一个信仰，好一摆帮助咱好搁一摆来思考，咱的生命到底是建立伫咧这个属世的体系内面，是建立伫属上帝的体系内面？如果咱若是建立伫属世的这个体系内面，当咱伫咧面对着即个咱生命中即个安尼，咱会拄着即个惊吓、咒诅甲上帝隔绝关系等等遮的时阵，你有决意要重新来建立一个属上帝的即个体系信仰无？这是咱当心来祈祷。恩典的主，我满心感谢你。阮借着今仔日阮所领受的，主你搁一摆来光照阮，来提醒阮，
来帮助阮，互阮伫咧面对着阮生命中，阮因为安尼无义务，阮安尼不知不觉的中间，阮受到即个俗世体系影响侪侪，直到阮的生命充满了惊吓，甚至不安，有侪侪安尼，互上帝你的心艰苦心的事，但求你怜悯阮，也求主帮助阮，互阮伫咧面对阮的生命处境的时阵，阮会晓得因为圣神的光照，互阮欢喜，搁一届重新来敲找，重新来建造阮的生命，阮的信仰。就是阮需要重新来建立一个属于上帝体系安尼的一个信仰，也恳求主圣神时刻帮助阮，互阮当阮伫咧面对着阮生命的逐个处境的时阵，有主圣神不断来对阮来提醒阮，也用着你迄个讲袂出的吐气来为阮来代祷，互阮会通回转转来到伫上帝的即个体系的内面，我咱的恳求祈祷，拢上过最后所记的圣名，阿免。这时，请大家来唱回应的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圣诗120首，上帝关灵实在奥妙，请起立。这时要来感恩奉献。今日经句是出自以弗所人书第4章23节到24节。恁的心思意念就完全换新，就是着亲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新人，因根据真理所产生的公义、甲圣洁、
表现出来。让我们一起也用和合本修订本来读一遍今天的金句。你们要把自己的心思更新，并且穿上新我。这新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从真理来的公义和圣洁。现在我来报告，下个主日是北区大专施工纪念主日，台北大专学生中心廖恩瑜传道师将代表中心到本会请安正道，请兄姐们为大专事工关心、代祷以及奉献。第二项，请各团契开始准备下一季，就是2021年7月到9月聚会内容的安排，在6月13号前交到办公室，以便安排下一季的行事历来制作。谢谢。虽然疫情期间没有团契，但是仍然请你们安排你们该做的。如果解封了，我们就可以恢复团契的聚会。有登记购买圣经公会书籍的兄姐，请到周间到办公室来领取。有关代祷的事项，请看这个牧会函。现在我们开始要进行祝福的公祷，请大家低头，安静心，我们来为这个环境、这个教会、为每一个人来祷告。我们求神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安静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亲爱的天父阿爸，谢谢你给我们台湾过去1年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在去年面临威胁时，新冠肺炎的威胁时，我们还能够安居乐业。也谢谢你让我们的政府以及防疫的人员在去年打了美好的一仗。虽然今年的疫情仍然险峻，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怜悯的主，你是赐平安的主。主啊，我们现在不只是有新冠疫情的肆虐，我们也有缺水的问题。尤其这几天，主啊，求你的怜悯，让这一波锋面可以为台湾带来需要的水。主啊，我们真是把我们的困境，把我们的困难都放在你的面前。你是赐平安的主，我们知道依靠你，我们会得到平安，会得到喜乐。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没有停止，求你赦免一切我们知道不知道的过犯，让我们可以谦卑地重新回到恩典路上。求你特别保守在新冠疫情中已经非常疲惫的医护人员，我们的防疫中心以及政府的领袖们，求你给每一位决策者有聪明、有足够的智慧和明确的眼光来判断方向，也为我们每一位增加力量。在防疫的日子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力量如何，你也必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相信全民一起祷告，我们必能够到你面前，并且再次的相爱扶持，再次的得胜有余。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时咱用信息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
因转手，因死了，请牧师祝祷。这是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是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阮借着阮今仔日所领受的伫主圣神的引出的面，互阮搁一摆定心来思考。主，阮需要有主你的信仰的典范来成做阮的信仰的典范，也伫圣经主你的话语的内面，成做阮生命的标准。互阮伫圣神的引出内面，阮会通建立一个来高举主你的名，互主你伫阮的生命中来做主做王的四款的生命，来建立一个属上帝的体系的信仰。但愿你的神不断来提醒阮，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高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下之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听者